去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《时代革命》记录示威者翻送中的点点滴滴。这个月25正式要伫咧台湾的电影院卖票播送。目前全世界也只有台湾是透过电影院伫咧播送。导演周冠威表示，希望大家就要珍惜这份自由，也尊敬抗争者对抗政府的勇气。槍啊！佢掹槍！喂！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着住件避彈衣。街路頂的唱聲不斷，捌是亞洲上繁華城市香港。2019年因為反對倒還條例修訂草案，轉成做對抗獨裁統治的戰場。這出要3點鐘久，真實記錄香港人安怎用肉體當槍支，甲政府拼命的紀錄片，號做《時代革命》，是導演周冠威用當怪時間秘密完成嘅作品。想真係去貼近每一個抗爭者嘅內心世界。當然，我都希望見到勇氣。我準備咗有最壞嘅可能，但係而家呢一刻，我要享受。珍惜呢一個嘅自由。導演希望傳達抗爭者的勇氣，也講會珍惜現處時的自由。針對這個月下旬，台灣電影院就會以商業性放送，也正做全球唯一播送翻送中紀錄片的國家。導演是表示感謝，不過學者表示講，這定就會引起中國不滿。我相信是安尼啦，強啊，伊想要甲咱主動啦，但是我想是擋袂牢啦。雖然伊真強硬，哪有可能？會主動到這個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想要看這部電影咧，迄是無可能嘅代志。在台灣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啦。時代革命去年唔但摕到金馬獎嘅最佳紀錄片，佮佇咧坎城影展播送過。導演期待這出香港人嘅作品，會當提醒所有愛護民主嘅人，愛珍惜也愛堅持落去。記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報道。